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来自日本京都高等学校吹奏乐部的柑仔色的恶魔，让2年再度来到台湾。这个是甲东京一间高等学校的吹奏乐部翡翠骑士同台来演出。从今仔日开始到9月，为北到南拢有演出。为着要顺利完成到一连串的表演，当然先爱甲体力传便便，就要先来品尝到台湾的美食，补充体力。大概访问台湾，拢造成轰动。日本京都剧高校吹奏乐部柑仔色的恶魔，隔2冬搁再来台湾。这个搁和东京龙大之歌翡翠骑士合作。伫开始表演之前，当然爱先食福吧。一个芳鸡汤，一个芳卤肉饭，充满台湾味的美食特伫眼前。虽然挂嘴暗，也看得出因正欢喜。学生啊，一人赶一块小鸭，才拄结束第西门町的表演。副总统萧美琴佮专工送卤肉饭加3种汤，唔但兼顾学生的腹肚，也温暖因的心。翡翠骑士早一脚步，礼拜3就已经到台湾，第一暝就走去食艋舺100年老店的肉圆加烧腾腾的红豆饼，为所有个乡庭补充体力。连续摕到5年的金奖，柑仔色的恶魔加同款实力1.1的翡翠骑士，今仔日暗时将会合体伫台北和平篮球馆来表演，门票早就伫1礼拜前就卖了。礼拜柑仔色的恶魔加翡翠骑士分别伫咧高雄加嘉义表演，门票也是1万年都红抢了。就知影这2间学校的队伍，若有实力、有青春活力，人气也是强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